Liner Note School 係一個令學習真正動起身嘅協作學習平台。咁喺呢個平台上邊呢，學生唔再只係被動咁去接收知識啦，而係可以主動去創造、去表達，並同其他同學去交流彼此嘅諗法。我哋希望幫助每一位學生建立屬於自己嘅學習方式，並喺呢個學習嘅過程裏邊呢，持續去成長。咁 Learn School 咧係一個簡單易用嘅學習工具啦，佢會將成個教學流程咧整合喺同一份筆記裏邊。咁由老師準備教材，發送俾學生，到整理學生嘅諗法、收集作業、提供呢個 feedback，甚至通過問卷測驗去確認學生嘅理解，佢都係喺同一個 platform 裏邊完成嘅。學生亦都可以喺同一份筆記入邊啦，去即時編輯同埋討論。同時，我哋嘅系統咧，亦都內建呢個網頁過濾器、帳號管理同埋成績管理，佢係會令成個教學咧同埋管理更加安全同集中。Learn 可以應用喺所有 K 到12嘅科目，咁透過呢個平台啦，老師可以減少備課同埋管理上花費嘅時間，將更多嘅時間留翻俾更加重要嘅學習事情，例如話了解學生點樣去諗啦，點樣去學習。同時，我哋亦都唔需要喺唔同工具之間轉嚟轉去。咁一個平台呢，佢就可以完成成個教學流程同埋管理，令課堂更加有效率，亦都更加安心。咁接下嚟呢，我會透過3個重點去同大家介紹 Liner Notes School。咁第一個重點呢，就係喺一份多媒體嘅筆記入邊完成所有嘅學習。咁所有嘅資料啦，都可以集中喺同一個地方。佢學習唔再會係呢個好零散嘅內容，而係可以被保存並逐步累積。咁啊，隨住時間啦，唔同嘅諗法咧，佢係會連結起身。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學生嘅思考咧，佢係會被記錄落嚟嘅。咁第二個重點咧，就係老師可以即時睇到每一位學生嘅思考，咁學生嘅學習進度啊，老師可以當下即時進行掌握，並提供適當嘅 feedback。佢唔需要等到課後先至可以知道，而係喺課堂當下咧就可以作出回饋。咁佢成個過程咧係唔會去打斷呢個課堂嘅節奏嘅。咁第三個重點啦，就係以學生為主體嘅呢個協助學習。咁學生可以喺個小組入邊即時編輯內容啦，佢亦都係喺互動之中咧不斷去調整同埋發展自己嘅諗法嘅。咪思考唔再只係留喺個腦入邊啦，而係可以被睇到、被理解。咁教室咧亦都會由原本嘅呢個上課嘅空間啦，轉變成為一個真正可以創造同埋交流嘅地方。咁接下嚟咧，我哋會翻到第一個重點，就係喺一份多媒體嘅筆記入邊咧，去完成佢所有嘅學習。咁所有嘅內容都可以整合埋一齊啦，並隨住時間去持續去累積。咁佢學習咧唔再係分散嘅片段啦，佢會喺同一個可以互相連結嘅過程之中去延伸思考嘅。咁啊，最後轉化成為新嘅問題啦，帶動下一步嘅學習。咁喺我哋 Learn Note 入邊啦，學生可以直覺咁去處理多種嘅嗰個多媒體嘅內容，包括影片、圖片、網頁、思維工具、音頻、手寫測驗，佢全部都喺同一份筆記入邊完成。咁呢個就係學生可以自由去編輯佢嘅內容啊，不斷去優化同埋發展佢嘅諗法啦，並將原本嘅概念咧延伸成為新嘅諗法喎。咁我哋系統亦都係提供呢個無限嘅儲存空間啦。咁我哋嘅教材啊，同埋學生嘅作品可以持續去保存，咁啊逐步累積成一份好完整嘅學習歷程。咁首先呢，令我帶大家睇一睇呢個非常直覺嘅多媒體卡片。咁喺呢個 Lilo 嘅學習裏邊啦，佢嘅內容無論係文字啊、網頁、圖片、影片、測驗問卷，佢係會以卡片嘅形式咧建立同埋整理喺同一份筆記入邊。例如話，你只需要撳一下呢個 camera 啦，佢就可以拍攝影片或者係相片，並即時加入筆記。咁學生亦都可以用手寫啊個方式去做筆記啦，或者係打字。咁亦都可以輸入文字去補充呢一個重點同埋去説明嘅。咁亦都係透過呢個麥克風啦，可以去錄製語音並附加到呢個卡片上邊。咁 Word 啊、PowerPoint 啊，佢製作嘅教材咧，可以匯入成為 PDF 並直接進行使用。咁透過連接啲卡片啦，我哋可以整理內容啊、結構啊，例如話作業嘅繳交或者係 presentation。
咁啊，使用呢個 Web 卡啦，我哋可以將網頁直接轉換成為卡片啦，並隨時開啟呢一個原始嘅頁面。咁所有嘅內容都會好清楚咁整理喺一份筆記入邊。咁加上我哋係嗰個無限嘅雲端儲存啦，學生係可以隨時去回顧過去嘅學習，並持續去建立自己嘅呢個學習嘅歷程嘅。咁我哋嚟睇下咧，實際課堂中佢點樣用啦。咁學生可以手指啊，或者係用筆去響教材上面書寫啦。佢成個操作個過程中，佢就會去諗啦。咁佢亦都可以透過呢個錄音啊、影片啊，用自己嘅語言咧，佢去表達佢嘅諗法。咁透過整理卡片啦、加入注解啦，咁內容可以自然發展成為呢一個簡報。咁學生亦都可以拍攝筆記啊，或者係實物啊，去錄製佢嘅聲音啊，並將所有嘅內容整合喺同一個地方。咁思考咧會以卡片嘅形式去呈現啦，令成個思考過程咧係好清楚可見嘅。咁學生可以用最合適自己嘅表達方式啊，並將自己嘅諗法分享俾其他人。而以上所有嘅過程咧，都喺同一份多媒體筆記入邊完成。咁呢個就係 Loyola Note School，所有嘅資料咧都係集中喺同一個地方。咪隨住呢個時間嘅累積啦，佢係會逐漸形成一份持續成長嘅學習記錄。佢亦都會將唔同嘅諗法咧彼此連結起身。咁思考亦都會被保留啦，新嘅問題咧亦會喺呢個過程中去自然產生。咁接下嚟咧係第二個重點，向呢個學習嘅過程入邊啦，老師可以即時睇到每一位學生嘅思考，咁學生嘅進度可以即時去掌握，亦都可以即時提供呢一個回饋。佢唔需要等到呢個落課之後咧，當下就可以作出回應啦。佢成個過程啊，佢係唔會去打斷咧呢個課堂節奏嘅。咁喺呢個 Loilo 裏邊啦，我哋老師可以準備各種呢個多媒體嘅教材啦，並即時發送俾各種學生。佢亦都可以係直接建立教材啊，可以將 PowerPoint、Word、PDF 等資料咧輕鬆去匯入並且進行分享嘅。咁我哋嘅課堂咧係可以快速去開始，唔需要額外去準備咧唔同嘅工具。咁當我哋嘅教材發送之後啦，課堂可以持續進行，咁學生可以即時交流諗法啦，亦都係同全班去進行分享嘅。咁由呢個繳交、分享、回饋到評量，佢成個過程係好自然去連貫，佢係喺同一個流程入邊完成嘅。咁因為所有嘅環節啦，都係連接喺一齊啦，佢學習嘅過程佢會變得非常之清楚可見。咁老師亦都可以根據呢啲資訊啊，逐步去優化佢嘅教學。咁接下嚟咧，我哋嚟睇下喺實際嘅課堂中咧，係點樣去運用嘅。咁首先教材嘅發送啦，老師只需要將教材放入送出嘅呢個圖示入邊，就可以一次發送俾全班學生。咁因為卡片咧係會直接出現喺學生嘅筆記入邊嘅，咁所以學生可以即時去打開啦，開始書寫或者係完成作業。咁當學生完成作業之後咧，只需要將內容放入呢個繳交嘅圖示入邊，作業就會自動收集到老師嘅繳交盒入邊啦。咁通過呢個分享答案啦，學生可以睇到唔同嘅朋友嘅呢個學習嘅內容啊，比較唔同嘅諗法，彼此學習。咁老師亦都可以用手寫啊、貼圖嘅方式加入回饋，並通過一個按鈕去將所有嘅作業咧回傳俾學生。咁另外，老師亦都可以直接喺筆記入邊建立測驗或者問卷啦，幫助學生鞏固學習內容。咁測驗可以一次發送俾全班啦，學生亦都可以按照自己嘅節奏去作答。咁啊，透過睇呢個答案啊、解說啊，去進一步加深呢個理解嘅。咁所有嘅評分同埋結果咧，都係自動完成。咁老師可以即時了解邊啲學生佢理解咗啦，邊啲學生係需要資源嘅。咁喺呢個 game mode 裏邊啦，學生可以用類似問答嘅形式一齊作答，令呢個測驗變得好有趣啦，亦都係同時提升學習動機同埋呢個參與度。咁接下嚟咧，我哋睇下老師係點樣用呢一個 Loilo 管理一堂課啦。咁亦都係啱啱我哋所講到嘅，首先發送筆記，咁然之後同步進行呢個分享畫面咧，去進行講解啦。咁學生咧就可以使用同一份教材，咁按照自己嘅節奏咧去進行呢個學習啦。咁當學生繳交功課之後咧，系統係會自動去收集所有嘅呢一個回饋嘅。咁老師可以一眼咁掌握全班嘅學習進度啦，亦都可以了解每一位學生嘅思考方式。
咁最新咧，我哋有更新一個新功能，就係老師可以用手寫、貼圖或者係批改嗰個打字功能咧，去將作業回傳俾學生。咁所以咧，亦都使用呢個測驗去確認學生嘅理解程度嘅話咧，可以令老師更加容易去判斷邊啲學生係需要資源，邊啲學生係可以已經去進入下一步啦。咁成個過程咧，佢唔需要召喚工具㗎，所有嘅功能都係喺同一個平台中完成。咁老師可以即時睇到學生嘅思考啦，並隨時去回應。課堂唔需要停低去等，學習嘅流程咧係會好自然、好流暢。咁每一位學生咧都可以得到即時嘅資源。咁第三個重點咧，就係以學生為主體，充滿活力嘅共同創作方式。咁啊，學生可以喺課堂入邊即時一齊編輯內容啦。佢喺個過程之中咧，係不斷調整同埋發展自己嘅諗法㗎。咁思考咧，唔再只係存喺個腦入邊，而係可以被睇到。咁教室咧，亦都因此原來佢嘅學習空間咧，去變成一個可以創造同埋各個交流嘅一個場域。咁透過呢個即時共同編輯啦，學生可以一齊整理同埋深化彼此嘅一個諗法。咁全班啊或者小組咧，可以同時喺同一份筆記入邊參與啦。咁一邊書寫一邊分享，並彼此去比較唔同嘅觀點。咁喺呢個學習嘅過程裏邊咧，佢哋就會去自由咁樣去交流。咁不過咧，要令呢個真正嘅協作成為學生以主體嘅交流學習嘅話咧，有一個關鍵就係佢嗰個思考咧，必須可以被睇到。咁因此咧，我哋設計咗一個可以清楚呈現思考嘅過程，就令呢個諗法可以被整理、被理解、可以被分享。呢個咧就係點解喺我哋嘅 Learning 入邊咧，我哋導入咗呢個叫做思維工具。咁思維工具咧，可以將諗法具體咁呈現出嚟啦，同時加強學生之間嘅呢個協責學習。透過比較、分類、連結等簡單嘅呢個結構啦，學生可以更加清楚去整理自己嘅思考。咁喺呢個小組一齊建立卡片嘅過程之中咧，學生可以睇到彼此嘅觀點，發現新嘅理解，咁亦都係去增加新嘅諗法。咁接下嚟咧，我哋睇下思維工具係點樣喺實際課堂中運用。學生可以喺同一份筆記入邊咧，同時進行書寫，一邊表達諗法，一邊回應彼此。咁透過呢個嚟話Venn diagram 啦，佢嘅呢個思維工具咧，佢嘅諗法係會被整理成為可視化嘅形式嘅，亦都更容易被分享或者係討論。咁呢種學習方式咧，正正就係以學生為主體嘅呢個協作學習嘅課堂中嘅樣子。咁喺 Learning Note 入邊咧，佢老師亦都係會同時去參與每一份筆記嘅。咁當學生進行共同創作嘅時候啦，老師可以即時睇到佢哋思考嘅發展過程。咁喺適當嘅時機，老師可以提出問題，給予鼓勵，或者係延伸學習嘅討論。咁亦都係由於所有嘅內容都係即時更新啦，咁老師嘅資源呢亦都係非常之自然嘅，佢唔會去打斷學生之間嘅呢個協作同埋交流。咁接下嚟呢，我哋會睇下喺唔同嘅科目裏邊呢，佢實際喺課堂中係點樣運用嘅。首先，我哋嚟睇一睇語言學習之中佢係點樣去運用啦。咁喺呢個例子入邊呢，老師係會發送唔同嘅音訊教材啦，學生可以按照自己嘅節奏咧進行聽力同埋朗讀嘅練習。咁透過呢種方式啦，可以更加貼近每一位學生嘅呢個學習需要，令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合適嘅方式咧去進行練習。咁接下嚟咧係透過錄音啊、影片咧去進行反思同評量嘅一個例子。學生可以喺發表啊，或者係重述活動入邊咧，互相錄低佢彼此嘅一個表現。咁啊，通過睇到自己嘅影片啦，我哋可以更容易發現需要改進嘅地方。同時亦都可以將語音或者影片咧，以呢個卡片嘅形式去提交，咁令老師可以更有效率去評估學生嘅口語能力啦。咁學生之間咧，亦都可以更方便互相觀摩同埋學習。咁接下嚟咧，我哋睇下數學科嘅運用咯喎。咁學生可以直接喺個題目上面書寫啦，一步一步整理自己嘅解題過程。咁同時亦都可以好容易向其他人去説明佢自己嘅諗法啦，並通過提交作業，令唔同嘅諗法啊、解法啊，可以喺呢個班入邊分享。咁當學生彼此觀察啦，同時學習嘅時候咧，佢成個班嘅學習氛圍咧，其實係會被自然嘅帶動起身。
咁喺數學學習裏邊呢，思維工具咧可以用嚟整理解題方式同埋思考嘅結構，令呢個思考過程變得更加可視化。咁通過將自己嘅諗法視覺化去表達啦，並同其他人分享，學生可以比較唔同嘅諗法去互相學習。咁啊，同時透過我哋呢個即時編輯嘅功能呢，小組可以一齊完善諗法啦，響合作嘅過程中進一步去加深理解。咁接下嚟呢，我哋睇下點樣喺科學課中呢使用呢個測驗卡。老師可以即時睇到學生嘅回答啦，系統亦會自動進行收集同埋評分。咁唔同班級嘅結果呢，亦都可以集中喺同一個地方查看嘅。透過測驗卡，學生可以好快去了解自己已經知道嘅部分，同埋需要加強嘅地方。咁樣一嚟呢，老師就可以更加容易為下一步嘅學習提供資源。咁喺呢個科學課嘅裏邊啦，學生可以用 Note 進行呢個實驗嘅記錄、討論結果，並且整理呢一個結論。咁透過卡片啊、相片啊、影片，佢可以透過呢個記錄咧，去隨時去整理呢一個實驗嘅過程。咁觀察內容咧，可以整理成文字卡片啦，亦都可以用手寫或者係圖示方式去補充。咁呢啲記錄咧，喺呢個課堂講解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成為好有用嘅呢個教學嘅素材。因為之後學生可以將好多張卡片連接起身，或者使用呢個思維工具去進行呢個結構嘅整理，再進行提交咧，去同同學之間分享。咁因為全班可以一齊去查看同埋評論啦，老師亦都可以好方便去提供呢一個 feedback。咁透過呢個過程咧，實驗就唔再只係完成任務，而係會令學生產生嗰種啊，我想好了解多一啲啲，再試多一啲嘅呢個動機。咁喺呢個社會科入邊啦，學生可以透過呢個資料啊、呢個圖表啊，整理呢個可視化嘅所學嘅內容。咁將資訊咧整理成為卡片同埋圖表咯，可以幫助學生去重溫呢個重點，並加深理解。咁透過呢啲工具啦，學生可以比較唔同嘅資訊啦，揾出呢個規律，並逐步去建立自己嘅觀點。咁學習亦都會因為單純嘅記憶知識啦，去轉變為去建立理解同埋去判斷，即係建立嗰個發散性嘅思維。咁喺呢個社會科嘅課堂入邊啦，我哋同時支援個別學習同埋小組學習。老師可以通過網頁卡分享影片嘅素材嚟為 YouTube 啦。咁學生咧會先個別去觀看並整理自己嘅諗法，咁之後再使用思維工具喺同一個架構入邊去整理佢嘅內容。咁因為大家咧都用緊同一個格式啦，老師會更加容易去提供呢個 feedback。咁學生之間亦都可以互相去查看呢個同齊嘅評價啦，同埋一啲諗法。咁最尾咧，我哋想睇睇呢個 PBL 嘅呢個學習嘅運用啦。咁喺專題學習入邊咧，學生可以將諗法可視化並進行整理，清楚去呈現自己嘅呢個解決方案。咁透過唔同嘅思維工具啦，老師可以設計任務同埋引導呢個問題。咁學生就可以逐步去建立呈現學習嘅歷程嘅呢個簡報內容。咁我哋咧，亦都會令學生更容易去說明自己正在思考嘅內容，並清楚去將自己嘅諗法咧傳達俾其他人。咁 Learn 唔單止係適用於單一嘅學校啦，亦都非常之適合呢個學校嘅集團或者係多校管理嘅環境。教材帳號使用情況同埋評量嘅一啲資料咧，其實係可以喺唔同嘅學校之間進行集中管理嘅。咁啊，透過呢種方式啦，唔同學校之間嘅協作咧，其實係會更加流暢啦。共享教材同埋教學嘅資源嘅推動咧，亦都可以更有效率咁去進行。咁 Learn 咧，亦都提供呢個 AI 驅動嘅教育網頁功能啦，並且可以集中管理呢個過濾器嘅。我哋老師可以直接喺系統入邊開啟或者關閉呢一個智能過濾系統，只允許課堂所需要嘅網頁內容。同時，我哋都可以設定呢個夜間使用限制啦，令學生喺課後使用嗰陣呢，亦都可以維係呢個安全嘅學習環境。咁 Noilo 嘅呢個設計上邊啦，亦都係符合全球各地嘅隱私同埋資料保護噶，例如話 GDPR 啦、FERPA、COPPA、SOPIPA 等呢啲資源啦。
同埋我哋呢個日本資訊經濟與社區振興協會嘅呢個頒發嘅呢一個隱私權嘅徽章。咁我哋其實係採用呢個符合國際規範嘅安全雲端結構，令學校可以好安心咁將呢啲資料啦交由系統去管理。咁啊，同時咧亦都可以減輕呢個管理嘅負擔，令學習嘅學校運作更加順暢。咁 Lilo No School 咧係致力提供呢個穩定與學習嘅安心環境咯。咁目前我哋已經響全球超過13000幾間學校係被日常嘅課堂持續去使用嘅。咁喺我哋嘅教學現場咧，我哋嘅系統亦都係非常之穩定咁去運用。咁 Lilo No 嘅操作簡單，運行穩定，老師同埋學生都可以安心去使用。咁亦都淨係因為以教學現場為出發點嘅設計咧，令佢哋喺學校之中佢會被廣泛嘅採用，並持續受到信任。咁特別值得留意嘅咧，係呢一個 Lilo No 係一個每日都被使用嘅平台。咁目前每日使用人數約為280萬啦，而每個星期使用4日以上嘅老師同學生已經超過60%。咁呢一點咧，亦都代表住 Lilo No 唔係淨係用於特定嘅課程，而係可以支撐成個日常嘅教學。咁 Lilo No 咧並唔係導入之後咧就可以結束嘅工具，我哋亦都係提供持續嘅培訓同埋導入嘅資源，以及可以直接使用嘅呢個教材嘅範本。即使唔熟悉 ICT 嘅老師啦，都可以安心開始使用，並逐步去學習。同時，我哋亦都係建立咗呢個教師嘅社群啦，令使用 Lilo No 之間嘅老師咧係可以彼此學習同埋交流。咁通過分享我哋呢一個教案啦，同埋呢一個實務嘅經驗活動，咁老師可以持續去增進佢嘅嗰個教學啦，亦都可以喺呢個日常課堂中不斷優化自己嘅呢一個教學方式。咁今日咧，我哋一齊睇咗 Lilo 嘅3個核心重點：一，喺一份多媒體嘅筆記入邊咧，完成各種嘅呢個學習嘅表達。咁第二咧就係了解每一位學生嘅思考過程啦，並隨時去提供呢個指導。第三咧就係以學生為主體啦，進行充滿活力嘅共同創作。咁當呢3個元素結合埋一齊嗰陣呢，咁教室入邊嘅呢個學習會變得好深入啦，並且更加具有創造性。咁呢個就係 Lilo No School，一個培養創造性思考嘅協作創作平台。咁最尾咧，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收費同埋呢個試用嘅方式啦。咁我哋希望咧，喺呢個平台之中咧，可以被更加多嘅學校使用。咁所以老師嘅 account，我哋係會提供免費嘅帳號嘅。咁學生嘅帳號咧，係按照每人每年港紙150去收費啦。佢亦都係可以使用所有嘅功能嘅。咁我哋系統係提供呢個 unlimited 嘅呢個儲存空間，並支援各種嘅呢一個裝置。咁同時咧，我哋亦都有按照規模咧去提供呢個優惠嘅方案。咁我哋亦都係提供呢個免費嘅使用體驗啦，亦都有免費嘅試聽課程。無論係到貴校去進行呢個實體嘅 demo 啊，或者係透過線上嘅呢個 workshop 咧，我哋都係可以去按照貴校嘅需要咧去進行安排。咁啊，為咗令學校有足夠嘅時間去評估啦，我哋都係提供全校為期1年嘅免費試用期間。咁歡迎你親身體驗一下 Lilo No，睇下佢點樣係運用喺個教學場所度。咁亦都歡迎通過呢個 QR code 同我哋聯絡。咁非常感謝你今日嘅時間啦，亦好期待好快可以再同你見面。